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空军家己连队一只 F-16战机，伫昨下晡降落伫家己东桥的外海。飞行机顶28岁的飞官单一也失踪，国军透暝走找，还未找到。空军有成立应变中心，把握时间要去救。嘛宣布讲 F-16你全面停飞，要先做安全检查。总统蔡英文是指示救人第一要紧。海军水下作业小组11晚9点多探海水退流，甲渔民将2台塑胶牌出海，被冲入去海底找。因为天啊嘛，提照明弹甲探照灯支援，警消甲民间救援单位也伫咧岸边待命。不过海象无好，虽然伫咧海面上有看到敢若是油，不过找几夜也是无找到人。这台编号605的 F-16V 战机，顶礼拜5国防部春节战备时阵，才伫咧媒体面前操现紧急起飞考报。不过11下昼2点54分，自嘉义基地起飞，飞机最高马场进行对地造成操演时阵，飞机失去联络。空军司令部下令 F-16型机部队天安1号，就是暂停全部 F-16型机的再演训任务。我们也详查了过去这半年，这架飞机没有发生任何的飞违、空中失效以及其他重复故障的情况。空军讲，迄当阵天气袂歹，能见度正悬，这台战机进行检修时阵一直拢正正常。目前也是以搜救为主。失联的飞官但也正少年，83年次，空军官校106班，总飞行时速324.05点钟。F-16飞行时速62.2点钟，拄则由 F-5部分队员训，是分发到 F-16部队的新飞官，正伫咧进行换训训练，出来人正担心。唔甘咯，迄长只见面尔，你长也迄困得去。长只累尔。目前空军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表示，总统只是救援优先，全力进行搜救，并且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希望全体国人为搜救人员加油，会当有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有飞官失事，咱台湾伫1992年有向美国是买150台 F-16战机，5年后头一批战机送到台湾，甲打嘛已经飞超过20吨，上无是发生过8摆的事故。202011月17日，花莲基地一台 F-16单座战机，驾驶空军第5联队上校张正志，伫花莲外海失联。空军经过1个月海空敲找，也无找到。总统府推荐张正志为空军少将。2018年6月，飞官吴彦廷伫汉光演习，驾驶 F-16战机无适宜浪山殉职，家属请求国家赔偿，一审法院判赔466万。咱国为1992年向美国购买150台 F-16战机，5年后头一批 F-16战机到台湾 ，F-16服役超过20年。会不会是飞机基建的问题？当然不排除这个风险。但就以新飞机来看，还有之前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试飞等等严谨的程序，我认为其实你很难武断的说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基建这个原始的问题，或者基建故障，或者设计的问题。F-16服役20年以来，过去先后发生8起事故，头一遍是发生伫1998年的澎湖外海失事，2个飞官失联；1999年连续发生3个浪山甲失事的事件，造成2死1失踪。2008年伫花莲外海失事，1个飞官失去联络。2018年汉光演习，飞官浪山殉职。不管是机械因素，或者是这个人为的因素，或者是天候的因素，都有可能啊。那可能是天候的因素跟人为操作的因素占了比较大的部分，机械的因素、人为的因素跟天候因素都没有掌握好，都有可能会失事，所以也没有什么比例上的问题。因为空军已经进行红点专案，将141台 F-16升级为 F-16V。军事专家认为，目前以搜救为主，真正失事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为着要避免甲境外刷入来病例换做本土病例，通机场是对昨开始实施长途的航班，落飞行机的旅客拢爱先踮伫机场做 PCR 采检，若是阳性的就直接送病院。
昨赴8个长途的航班入境，头一班的阳性率是10%，后来土耳其航空的飞行机班内底152个，乘客内底有14个人是验出阳性确诊，阳性率嘛要挖一成。指挥官陈时中昨昏有专工去机场巡视，伊即马是指示讲，对今仔日开始检验的仪器要增加到101台。旅客一落飞机，医护人员随带去检疫区采检，快速 PCR 检测了阴性的就依照检疫程序入关，若是阳性确诊就随送病院治疗。当天航班的落地采检措施11正式开始，总共8个航班，要甲700位旅客爱采检。昨已经验出31人确诊。机场前政指挥所指挥官王必成讲，有航班阳性超过10%，阳性比例正高，会加紧采检的速度。152人左右，有148个人采检了哈，那有14位确诊，这样，那也这个阳性的比例也差不多是10%哈，蛮高的。落地采检这部分，我想到目前是应该还不是最高峰，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入境者。那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把它拦在这个最前面。昨采检出阳性的长程航班，包括土耳其航空14位旅客，华航的雪梨航班4位。洛杉矶航班3位，长荣的洛杉矶航班甲新航的洛杉矶航班也分别有5位。检验也未出来，也有美国联合航空甲阿联酋航空2个长程航班。昨抵台到台湾的长程航班，总共开2点外钟才采检线。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去视察，伊讲采检流程到暗时时阵已经有较顺，今仔日会将 PCR 分析仪增加到101台。到的班次人比较多那我们早上看到有一些需要的一些衔接点，晚上再来看看。那晚上是顺利很多，那今晚上再紧急把采检的仪器相关又阵列比较多。现在还没有了，现在40几嘛，现在是41，明天早上就可以100多台现在做。但是中讲，长程航班旅客阳性比例比有意的也搁较悬，入境确诊的个案大部分拢送桃园病院甲长庚病院，将会协调北部的病院支援收治确诊者，候机室也会看情形精细装备。记者综合报道。通机场的军事检检拖入社区，即马拖到家庭。其中居家照顾服务员这条传播链目前也在扩大，已经拖到中立某一间电子公司。这间电子公司内底有5个人确诊。桃园市政府已经宣布，这间公司这栋大楼内底爱停工，280个相关的接触者全部拢是送集中检疫所。因为桃园即马已经有3间学校停课停14天，市长郑文灿嘛宣布，桃园的国校伫1月14提早休寒。几啊台游览车停伫电子厂门口，等员工一个一个赶行李上车，准备将人载去中南部集中检疫所。因为中到这间电子厂11增加4人确诊，桃园卫生局紧急扩大隔离280人，电子厂也暂时停工。确诊都是集中在我们的4楼，也就是我们组装线的一个产区。我们公司也紧急采取就是分楼层，那每1个小时间隔，那由大巴士前往受到集中的隔离所。会出现确诊者是机服员染疫传播链断开，为机服员的接触者传染予广吉楼站的同事。特殊职场军事，目前电子厂有5人确诊，桃园疫情正紧张，职场学校拢连续个案。环保局人员伫校园大清消，中陆陆续有国小学生确诊，停课14天。11早起，有一间国小附设幼儿园被通知有囡仔确诊，学校赶紧宣布幼儿园甲国小下晡拢停课。会担心啊，就赶快就回去，就是对啊，就做好防疫，应该还好。就是比较提前放假会比较安全。都惊有传染风险，真侪家长赶来学校接囡仔转去。桃园市已经有3间国小有学生确诊，考虑国小学生囡仔无注疫苗，加上去有互相传染的隐忧。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全市公私立国小提早1礼拜休寒，家长应请防疫假。入境的确诊个案不断累积，不断增加。那春节前风险仍高，这一次孩子的传播力也是很惊人。那因此我们既然已经考完期末考，就提早放假。疫情已经拖到校园职场，甚至烧到社区。为设法这段传播链，桃园市不止扩大采检，也要将关注疫苗量能，为12开始连续5天免预约，就用直接做第3期疫苗。面对病毒，一点拢唔敢大意。
记者综合报道。走开关心天气，今日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各地拢真寒。气象局有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9度2。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温度明显下降。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落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气象局伫早起有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那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9度2。今仔日伫北台湾规工拢真寒，高温无超过16度，乡亲一定爱穿好少。这波冷空气会一直影响到拜六，伫拜六的时温度才会豆豆回升，落雨范围以北部、东半部为主。那后礼拜一阁有锋面会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就会熬落雨。那后礼拜四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到位，民众爱斟酌最近天气的变化。伫辐射冷却作用影响之下，中南部以北甲东北部天气偏冷，其他地区早暗也真冷。专家分析，这一波寒冷的时间较长，也可能创下入冬上低温。那这一次呢，因为它的时间比较久，先湿冷变成干冷，那干冷又有辐射冷却的效应，所以这次会冷的大概有4天的时间，大概是今年冬天以来最强的一波。专家提醒，一直要到拜六了后，强冷空气才会减弱，不过各地也是会感受到偏凉的天气。北部回温到14至20度，中南部15至24度。目前模式预报显示，礼拜4、5可能阁有一波强冷空气报道，民众爱加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经立委房建局伫昨早对落楼过往，才到68岁。根据了解，伊伫半暝仔时有伫群组内底有连续写3届不公不义的台湾，我生不如死。伊的委员内底嘛有讲到不公不义，伊的离开是互亲戚朋友拢真悲伤。来关心中国时报。泰国伫昨昏宣布，因伫境内有发现非洲猪这个病毒。咱台湾政府即马嘛宣布，要对泰国入境咱台湾的旅客，若是违法炸猪肉片，上当会罚100万。行政长苏贞昌嘛下令，夹甲收有这违规的肉片的人，相关的人士共款拢爱罚。伫最近会讨论办法。来关心自由时报。财政部有公布，去年11月份咱全国的税有收到1349亿，年减16%。按过去年的税是收到28450亿，是创下新高。年增4463亿，是加18.6%。财政部是表示讲，咱政府对今年的税收嘛真乐观。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阁有58个带病入境的案例。伫本土病例内底有9个是拢甲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有关系。另外，伫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中兴医区，即马嘛传出有2个医护人员确诊。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一直拖开，指挥中心宣布11个增加11个确诊，其中基护官的后生1504甲安亲班同学1505伫70确诊了后，同月妈妈1573也开始出现症状，测验了后第11确诊 CT 值是1.7。基护官的客妹确诊了后，所进入的电子工厂也新增4人确诊，分别是2个查甫、2个查某，因的 CT 值是1.1到27，2个人是无症状。一个电子厂里面，除了原来的个案，再加上4位，总共是5位，所以整个电子厂就暂时要先停工。基护官照顾案也增加2人确诊，是指标个案17416，查甫囡仔爸爸甲无满5岁阿姊，2人虽然伫1月7日测验拢是阴性，按过车站陆续出现症状，第11确诊。指挥中心伫确诊17416是感染Omicron了后，伊的妈妈大病定数结果也出来，感染的也拢是Omicron变异株。17416这一家3口那目前他们的 S 蛋白的这个序列也已经出来那跟我们这个先前那一张图的
机场的清洁人员以及保全的这个序列，目前 S 序列也都是一致哈。初判也是认为说，应该就是属于同一起的这个群聚事件。抑个3个确诊的是台北市一间病院2名专职病房护理师，甲1名护理师的查甫朋友，暗号是105709272，3人拢做过疫苗，其中2个护理师拢做过第3期医院确诊。除了本土确诊病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有58例，其中一例是20外岁国际航空公司的女空服员17568例。伊1月7日为美国返来，伫5加9检疫时确诊。根据统计，过去半个月，包含华航、中营在内，已经有至少2名机组员为美国航班了后检疫。刚回国之后就进行5+9的一个检疫，在9号的时候有开始有这个喉咙有异状跟流鼻水的症状，那10号采检就验出阳性哈，那 CT 值是26。那针对一些，例如说菜单啊，或者是1对1的询问饮料啊，或者是说就是把餐点摆放得很漂亮，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等等，这些我们都觉得是不必要的措施。面对国际疫情严重，空服员职业工会呼吁简化机场服务流程，但市长表示，对中庭航空供餐服务，会搁加民航局参详减少无必要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头头有讲到的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兴园区有2个护理师确诊，目前这个病院已经扩大采检88人，其中有86个人是阴性的，另外2个即卖还在等结果。其中内底有一个护理师的男朋友嘛确诊，若这个查甫人上班的餐厅即卖停业，员工甲人客有扩大采检。上新的消息是，台北市北投明德邮局嘛，因为有确诊者的卡热，邮局伫今仔日休困1天大消毒。3位确诊者当中，有2位是我们专责病房的同仁。这2位同仁在1月6号都已经接种了第3剂的新冠肺炎疫苗。我们这个病房也只出不入，来减少病房及医护人员的压力。北市某一间病院护理师确诊，负责专责病房的护理师10570加共病房10571拢伫11确诊，CT 值分别是13甲15，2个人拢做过3期疫苗，2期 AZ 甲1期莫德纳，初次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初9、初10，10570才出现喉痛甲发烧的症状。伊的男性朋友也伫11确诊，CT 值29。临近的信义区餐厅也鼓励4名员工提出隔离，扩大采检6个人，加采检14名人客。餐厅停业14天。这个个案他在照顾的病人当中他是专责病房有照顾5位确诊的病人，那3位是已经确定是定序是 Omicron， 所以我们还是担心这个传播力会不会是比较强。指挥中心表示，10570住伫病院的宿舍，上完大夜班就登记宿舍。北市府也针对病院扩大采检88人，目前86人阴性，剩2个人也在采检。现阶段病房采取只出无入。另外1名护理师10571有3位带做伙家人，目前采检拢是阴性。2个囡仔读北市某一间国小的2个班级，采取有风险停课2天。所谓师生全员采检，就读的补习班也停课2天。补习班的部分是43个人，老师、柜台人员加3位。那学校的部分是50个学生、2个导师，还有5个科任老师。那接下去的部分，因为我们还会讨论他们，看他们采检的结果，再决定之后是不是继续停课或复课。昨天就是有启动，就是紧急通知2个班级，那他们今天不到校，所以他们一早就没有来了。 2位确诊护理师，其中10572住伫新北市三中部，新北市也公布卡热。初4到初8，2位拢到三中部的咖啡店、饮料店、便利商店、早餐店甲超市等所在活动。新北市卫生局随派员前往清消。护理师17570的男性朋友10572，临近的信义区餐厅停业，位伫同一区的拉面店也因为确诊者卡热，宣布暂停营业。中山区的金宝鸭店也因为有确诊者的卡热，由落铁门，暂停营业到13。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将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7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464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200万例，印度超过3500万例，巴西是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4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1200万例。继续来关心欧洲的疫情，顶礼拜欧洲新增加超过700万人确诊。世界卫生组织即马是提出警告，讲未来6礼拜到8礼拜，恐惊有一半欧洲人拢会去患着 Omicron。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嘛讲，虽讲遮尔侪人去患着啊，不过也是袂使甲疫情当作是流行性的感冒。人口700万的塞尔维亚，10月伫个首都贝尔格勒这座体检中心外口，人排甲落长，因为前一天增加要甲9000例确诊。同一天，波斯尼亚新增加确诊要甲2300例，19人死亡；克罗埃西亚新增加要甲8000例，38人死亡。这几个东欧国家因为互民众伫咧假日期间各种活动时阵，拢唔免有防疫限制，造成确诊数欠悬。当局即马拢已经宣布限制集会、强制挂水烟。世卫组织伫咧10月就警告过。50 of the 53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ave now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It is quickly becoming the dominant virus in Western Europe and is now spreading into the Balkans. More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will be infected with Omicron in the next 6 to 8 weeks. 欧洲今年第1礼拜就700多万的 Omicron 新增加确诊，世卫组织认为，即马抑阁无应该甲疫情看做敢若是流感的地方性流行病。Stable circulation of the virus at predictable levels, potentially known and predictable waves of epidemic transmission. But what we're seeing at the moment, coming into 2022, is nowhere near that. 全世界公卫专家抑阁伫咧继续研究 Omicron 的特性。伫美国10月通报断气的人数要加15万，创历史新高。世卫认为 Omicron 的演化速度正紧，有正悬的无确定性，也是对抗疫情的新挑战。因若现有的疫苗是毋是当提供有够的防护力，抑个是毋是需要针对 Omicron 研发新的疫苗，也毋知。科学家也正伫咧针对 Omicron 对疫苗的免疫跳脱的战略定骨的反反应做研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欧洲的疫情持续的滚加，加达已经有9600万人确诊，超过190万人死亡。意大利是对7日开始就已经规定讲，去公共场所拢一定要提供预防针的注射证明。若北欧冰岛即马嘛按算要替5岁至11岁的细汉囡仔注预防针。意大利疫情伫 Omicron 变异株快速传播之下，平均每天10万人确诊。政府的防疫新规定取消进行阴性证明的旧规范，7日开始进入公共场所及公共运输工具，拢要提供注疫苗证明。50岁以上民众无注疫苗人会被重罚1600欧元，合新台币超过5万。伫中西部的伊斯基亚离岛，因为新规定，互岛上真侪无注疫苗人无法度自存到本岛工作，对生活造成真大冲击，引起反弹。Dipende dal fatto che ci sono dei non vaccinati. Persone non vaccinate hanno una probabilità molto maggiore di sviluppare la malattia e forme gravi della malattia. Non tutti comunque hanno la possibilità magari di fare il vaccino o altro, ognuno fondamentalmente è libero di fare ciò che vuole, quindi se uno magari non si vuole fare il vaccino non è obbligato. 北欧的冰岛也因为疫情欠悬，每天拢新增加超过1000例确诊。政府7日开始替5到11岁囡仔注新冠疫苗。荷兰总理吕特4年前的新政府总算伫大选过后10个月前度宣誓就职的时阵，新任财政部长确诊被隔离，今年透过视讯宣誓。吕特承诺伫再生能源、自体甲教育投入大量资金，也爱积极面对新冠疫情。荷兰因为防止疫情，为去年12月开始到部分封城，也引起真侪民众甲店头的不满。Today it's a coffee drink manifestation, and I'm here for our freedom because they want to put us all in a digital prison, the QR digital prison, so they want to control our whole life.
英国70日天新增加超过14万确诊，疫情严重。不过，英国媒体指出，首相强生去年5月23日，迄时阵英国政府严格限制民众群聚的期间，甲太太斗阵参加一场由私人秘书邀请的自杀追悼聚会，甚至邀请100人，最后差不多30人到场。疫情爆发了后，强生的国员真侪摆违反防疫规定，互人逼空。公司新闻警员请朋友。香港是中东民主的黎巴嫩，原本是其他国家的难民，想要入去欧洲会经过所在。不过最近这几冬，当地经济恶化，连当地人嘛博家己的性命，变做偷渡客，只是想要入去心目中的欧洲。伫咧过去，互人叫做中东民主的黎巴嫩，不正请行，也是叙利亚加巴基斯坦等国的难民要去欧洲的跳板。不过，2020年贝鲁特发生大爆炸，和政治加经济危机愈来愈严重，本国的人民也开始向外移民。伫北部湾地中海黎波里，民众无心情搁再看美丽风景。像今年34岁，本来伫咧超市工作的穆萨讲，伊即卖薪水连伊上下班的交通费拢无够，不过厝内还阁有某加3个囡仔要饲。去年11月想要偷渡去意大利脱碳。هلا هو قال ما في شيء مضمون بالبحر، اسمه بحر، ما في شيء مضمون فيه. نحن بنعمل اللي بيقدرنا عليه الله، وصلنا ما وصلنا بيكون قدرنا، يمكن نموت بالبحر. يعني أنا قررت أطلع وموت آخرها ما عندي مشكلة. المهم أنا أطلع خاطر بحياتي كرمال تعيش أولادي. 结果，穆萨甲其他90位偷渡客上船了，互军方发现伫后壁入，尾啊船的引领国故障，互军方掠着送回去，4000美金的偷渡费全的火花期。不过穆萨无死心，还阁伫咧找机会要出发。像穆萨安尼4个人伫咧黎巴嫩真多，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显示，去年自黎巴嫩出发要去欧洲的难民，至少有1570人，其中有186个黎巴嫩人。不过，伫进前2019年难民总数才270人，包括有40位黎巴嫩人，人数伫咧2年之间就增加4-5倍，因为有需求就出现人蛇集团。كثير لبنانيين بدهم يفلوا، كثي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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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ثير، يعني نص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بده يروح ما عنده مانع، ومستعد يبيع بيته، يبيع سيارته، يبيع كل شيء، ما عنده أي شيء، بس المهم طلعني. 原本伫咧黎巴嫩开豪车的司机伊布拉辛讲，伊只敢为本国的人民服务。2年来，伊已经成功偷渡了100人，伊做练车也是生活所逼的。一拿偷渡的行情，自2500到7000美金，只敢175公里远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上属。أكيد أنا لو ما اشتغلت هالشغل هيدا كنت أنا حفل مثلهم. 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伫昨昏时发射一粒先进的超音速飞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去现场指导，即马美国甲欧盟拢谴责。来关心美国的费城伫顶礼拜有发生大火，造成13人死亡。即马导火调查结果已经出来呀，导火点应该是社区内的一丛野丹树。来关心中国西安已经封城21天，即马引起民怨，拍算要放令出城的规定。封临时领药留伫当地外地人，若是有摕到阴性的证明，就会使离开。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年底要进行地方选举，若屏东县长潘明安已经做2届啊，即马屏东有真侪人拢想要出来拼县长。立委周春美已经宣布要投入党内初选，若屏东县长潘明安有到位用行动甲支持，有牵成接班的意思。不过，这是互共党的民进党的立委曾瑞雄看甲是目孔赤，批评指定接班人，这毋是屏东的价值。周春美决心要打这个党大，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大动作伫屏东召开记者会，民进党立委周春美宣布投入2022年屏东县长的党内初选，基层的支持者到现场听伊气势十足。屏东县长潘明安也出来作讲，表明为伊支持周春美，也知影这种的徛台可能会互早都宣布参选的曾瑞雄尽派吹桥。指定接班啊，从来就不是屏东的价值啊，跟地方派系，尤其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啊的结合啊，那其实是屏东民主之耻啊，拒绝跟魔鬼共舞。潘孟安县长在屏东的施政也是不分党派，为了全屏东乡亲的利益。我想，
今天村民要争取的这个是屏东县长这个非常重要神圣的职务。潘明安任期要到啊，除了曾水乡周春比有意竞选屏东县长的，也有民进党立委蒋嘉宾，也要积极争取选民的认同。对于对手，我们予以祝福，大家善尽自己的优势，争取选民的认同。未来一定是由县民来做决定。2022县市长大选伫要伫年底举行，佮加上民进党伫公投甲中治选区，也佮林抢做罢免案的表现真好。民进党各方人马积极伫布局，毋那屏东县、台东县原来有人爱，前立委赖坤成选伫11早起11.11分宣布参选台东县长。赖坤成有强烈的意愿要参选这一次的县长，而且我准备好了。我是有机会会胜的。捌做过国台代表，也做过台东市长，赖坤成认为家己有完整的经历，会当挑战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台东县长姚庆玲。依照民进党所通过的提名办法，台东县长人选由总统蔡英文定调。捌5遍投入台东县长选举的立委老祖父，对赖坤成的讲法强调会全力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以团结胜选为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新闻来关心，前中信兄弟内野手王胜伟有摕过中华职棒9座金手套，毋过这个球季伊离开中信兄弟去富邦悍将，昨昏投入训练。王胜伟讲，伊无想过会离开点14档的兄弟，毋过既然打算要重新出发，伊就赶紧调整家己。多位台北大学3级校区结束基础训练，回来新庄棒球场。王胜辉、杨耀芬甲洪胜钦第一摆穿富邦悍将蓝色的练习衫出来。2020走！王胜伟甲杨耀芬只差一岁，为国中就熟悉互动真好。王胜伟佮讲，教新环境难免青分，毋过受少年选手温暖甲笑容感染，心情真好。讲到离开点14年的兄弟，感触真多。职棒生涯是从那里起步的那也很多的回忆跟记录都是在那里有达成。我希望在这里也能够创造更好的成绩嘛。王胜伟讲，重新出发要看见适应环境，提表现感谢球迷。看到天桃园释出的杨孝芬，其实知影无伫保留名单的时阵，心情真歹，一直甲总教练邱昌贤打电话才活过来。那几个礼拜其实都就很不安定，就是睡不好，对不对？毕竟自己还没有准备，这真的就是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就这样通知到。接到邱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就比较安定，然后就又有冲劲，我又可以重新开始那种感觉。投入训练第一天了后，王胜伟甲杨耀芬讲顶半身甲下半身特别分开，毋过其实训练时阵两人拢真赞。甲两人拢因缘的首席教练黄泰良讲，望有少年身体甲灵魂的两位老将，带少年选手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发生群组感染，本土疫情阁压起来，即马是互一寡餐厅甲饭店受影响。尤其是最近是食尾鸡大月，毋过有真侪人客已经取消，业绩是落真济，有业者是讲已经减9成。食饭时间无大批人客上门，只有一套民众食完当要离开。换场员工无代志通做，只会当一直做着基本清洁。桃园疫情升悬，即间家庭餐厅锁定内容客，业绩跋至少2成，甚至也有接袂离的退订电话。上礼拜已经陆续接到不少组客人，就是询问可不可以退订的，那也实际上有退订到一些客人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在讨论说，是不是春节的营业时间可能就也直接休息。总部处理各种食材，刀工溜料、切菜备料所有程序快速完成。因过无看到大伙竞赛经常边仔顶，就连路火拢无开。今日900人的宴会厅内底乌酥酥，看起来就像无咧营业，甚至餐厅内连一个线客也无，停车场空。我们餐厅接到的电话是雪花片片一直取消单，已经熬了2年，没想到又第3年，好像每次尾牙这个时间就爆发，每次尾牙就爆发，造成我们真的是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损失，真的都是非常严重。原本的买鸡大月受到疫情来搅局，汤球建议买鸡等大型活动延期举办，还是缩小规模。宴会餐厅业者无奈，水电租金、人事等基本开销超过200万，业绩大减少9成，损失估计破1000万，就连旅宿业也受影响。大部
部分的客人还是持保留的状况。那当然有些他会直接推进啊，你说没有影响，你说我们不担心，这也是骗人的。当机流调被一直扩大，攻破社区封锁，餐饮旅宿业首先受影响。多家疫情一直升悬，人进唔来，业者都爱加个眼睛。疫情恶望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若物价直直起，是大家正人拢受影响。即马连锁的早顿店卖位顶嘛宣布讲，有29个品项1月18开始会起5块至10块。公平会是表示讲，最近会启动年节的绩效调查的专案，防止业者伫年关进前乌白起价。咸火锅食甲饱，有真侪种进口牛肉、顶级的海鲜，超过上100种的自助吧，互你食甲饱，1000块有走。出名的餐饮集团推出新品牌，吸引不少民众来试食。大集团还会当控制成本，毋过小企业恐惊就挡袂牢。卖话顿早餐店拢连年前要起。29个品项平均起5块至10块，教芳类起价幅度超过14%，面饭类起超过1成，一定1月18了后正式起价。物价联合客查小组70个查2间最近起价业者，各向源头查3间供应商。公平会划出最近就会启动年节差价方案，避免业者年关前趁机会联合起价。不过学者是讲，政府差价袂当干那查小店，应该锁定大企业，而且有囤货行为，也应该列做重点客查项目。学者表示，连做美国今年第一季启动相关利息缩表，中央银行也有可能同齐做。不过，主计总处公布最新实质经常性薪资，去除物价因素，41391块，年减0.05%，这也创下5年来头一遍出现负成长，代表民众实质购买力下降，钱变薄，无调薪的上班族生活真辛苦。记者综合报道。2012年开始动工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已经起10年啊，按算伫今年7月份要正式启用，8月份会开幕。伫开幕之前，北艺中心按算伫3月份至5月份的这段时间先试营运，卖开放3座剧场。3座咖喱红仔高台上，演出者穿新子、槟榔西施、布袋红仔等各种台湾的文化元素演出不同，就是演出，互人看甲新。位伫台北士林夜市附近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估伫今年7月正式启用，8月开幕。伫开幕之前，北艺中心找来真侪优秀团体，要伫3到5月期间试营运。进来看一看北艺中心这个全新的场馆，它给大家的印象的力量是什么？就像那么漂亮的球剧场，其实在台湾真的首屈一指。一个剧场不能只是我们自己好，而是要带动周遭。我们跟北戏剧中心这么近，跟两厅院都是要将来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伫2012年开始，动工的北艺中心伊的10年兴建路会当讲是困难重重，拄着营造公司倒去招标流标，对到预算顶几啊摆考验，一直到即马才总算未完工。资67.5亿，我们说10年磨一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形容它，皮蛋豆腐也好，它在全球是受到瞩目的。我们期待至少可以带来3个很重要的效益：产业化、在地化、国际化。伫试营运期间，北艺中心将陆续开放3座剧场，包括容纳1500人的大剧院、800席那阿爸视觉剧场，也会当容纳800人为互我看过去都非常明显的旧剧场。要针对设备动线、服务流程等内容进行测试，望这个国际级的表演场馆的启用更加顺利，搁带动地方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分林。分林岛南的文安国小有规划一个活动，是互学生囡仔亲身去社区甲时代学做草仔粿。囡仔通学着传统文化，嘛会使甲老大人互相交流。手拿粿册，甲阿包入去内底，目睭斟酌看阿公阿嬷的动作，都惊有一步顶打去。分林岛南的文安国小和社区合作，规划实农教育的活动，互学生甲时代斗阵做草仔粿。阮今仔日讲负责教这小朋友做这草仔粿，感觉袂歹啦。遐囡仔拢足巧的，伫学足紧的，教到会啊嘿。现代囡仔是愈接使用科技产品，人甲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少。为着要互学生有无共款的学习机会，学校特别安排这个活动，佮互学生替这个时代年会盒。
就亲像照顾家己的阿公阿妈。不错，很好玩的。平常没办法跟他们一起互动啊，觉得就是可以获取一些平常获取不到的经验。因为平常阿公阿嬷都要去田里工作。囡仔吼，伊来社区，伊是做一个小小志工的服务啦。这个时段会当做这个草仔粿，这个记忆会当传予这个囡仔。现此时，如少年的囡仔是如罕得食草仔粿咯。学生囡仔遮尔啊认真学习，社区的时代拢感觉真欢喜。透过这个活动，唔但互社区居民的感情愈来愈好，咱传统的食食文化也会当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水上溪东公园的后壁已经是花草发甲真悬。嘉义县政府对去年开始有改造公园，嘛替当地的山野丛起一间树仔厝，互公园即马有新的面貌。有树仔厝东北，边仔阁会当生出草坡。这座公园透过36位社区规划师的打造，成做嘉义县第一座社区型的共融公园。我们所有的主题就环绕着这些林木去做发展跟设计。包括说那个林下的一些平衡木的游具，还有树屋啊，还有一些草坡。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全部是来自于这个环境本身的一个特质。溪东公园的后山边仔有真侪树仔，而且是实物操作课程本的36位社区规划师，利用原地的环境设计新的设施，而且佫利用山野树起一间树仔厝，增加公园的特色。已经其实闲置的一个空间，那我们透过社规师跟在地的社区志工伙伴，那大家一起整理，那重新规划。那特别是我们这次有跟树屋协会来合作，那也打造了嘉义地区第一座的树屋。规划这个公园的36位社区规划师，为去年8月开始训练，最后用这个公园展现成果。县政府也颁发结业证书，希望未来因会当替更较侪社区提供地方创新的力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知影阿里山的大木镇已经有2-3千年啊，不过最近林务局委托嘉义大学做调查，发现阿里山的松梧是济丛烧染甲做伙的，所以若是用树位来算树啊，即马几岁恐行袂准。那边那2根也是算它的很远。嘉义大学团队开3天的时间，对阿里山巨木做实地调查，用种树心等等的方式检测，结果有新发现。因为看起来树围真快的松梧，不一定是一丛尔。它其实有一些树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其实是非常多棵的红块，大家合抱在一起的。合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髓心就会压缩，它有2个心在这个同心环的这个圆状环状上面。研究团队发现松梧因为树根浅，要提悬存活率，边仔较细丛的会挖过来，嘛发现因过用树围来估算树仔年纪的方式，嘛甲实际有出入。亲像较早推估的水杉巨木是2700年，即马算敢若剩1081年。香林新木原底推估是2300年，嘛修正变626年。不过像2号巨木，就对800年变做1915年，真侪巨木、新木拢有新年纪。但是以往的生长锥它的这个长度比较没有那么长那而且它大概是测量一些单点它不太会去做一些多个去取样那所以它可能推估的这个结果，那因为用平均生长这样的结果，它可能会有高估的情形。林务局表示，这个调查除了树木的年纪有更新，嘛发现巨木树轮的生长嘛对温度称悬正生长，代表这个松梧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这项研究嘛通正做未来气候变迁的观测资料。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配合民众办年会，高雄有26家商款伫拜六开始会举办活动，不过即马本土疫情有淡薄紧张，民众爱挂嘴暗，不过袂使试食，而且爱防体温，徛命者。阁有3礼拜就要过旧历年，高雄三凤中街有过年气氛，嘛已经有人提早出来款年货，赶甲一大包。想说人比较少，对，还是有点担心那个疫对。情。对啊，所以口罩戴很好。即摆大人拢会提早买，讲袂爱甲人接做伙，拢会提早买。
为着要刺激消费，包括三凤中街在内26个商圈，对这礼拜六开始就有高雄过好年的活动。不过看到疫情有淡薄仔紧张，已经有确诊者来到高雄，店头家嘛真烦恼，因为袂当试食，加减就会影响到生意。另外，商圈嘛拍算加强防疫措施，一定爱挂口罩嘛吼，袂使试食。阮嘛是要过来装热像仪，阮嘛会喷酒精给店家。只要人客来买物件，我拢会喷酒精，较安全。即摆人潮恢复大概有一半啦。看卖即个过年。经发局表示，去年因为五倍券甲高雄夜市券，大家商圈的收入都增加3成左右。今年拄到台湾灯会伫高雄，这个过年26个商圈准备真侪活动，希望继续带动消费甲买气。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立陶宛对咱台湾优先说服中国报复，伫新竹有一间做凉水的业者向立陶宛叫原料，即马因打算要用行动来战胜，因要甲饮料的外包装甲伊结合立陶宛的国旗，替立陶宛加油。食品公司真无简单，才摕到制作香港冷茶爱掺的原料。立陶宛去年11月同意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引起中国经济制裁。前一阵啊，这的货卡在中国，无法度顺利运送，但几啊个月总算搬来台湾。其实应该是那个政治归政治，然后经济归经济，因为这样子其实影响到的不是外部的国家，是内部的那个销售的中国的国人。把煮好的烧茶倒入去冷水内底，搅烂了后，就完成真侪人爱啉的香港冷茶。而且为着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佮特别用立陶宛国旗的色水替换做全新的商品包装。本来是黑色的那个圈圈，我们就改成是说，黄绿红，正好是立陶宛的国旗。那我们用来去表示我们跟立陶宛的那个关系。而且讲，其实立陶宛的冷水品质甲介绍拢袂歹，佮加上立陶宛遮尔支持台湾，所以家己嘛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因的感谢。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已经成功把一个基因改造的猪心刷到一个57岁险险死去的病人身躯，这是全世界猪心医师的头一个。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有11万人来排队等器官移植手术，每年有超过6000个病人因为无适合的器官捐赠无憾死亡。马里兰州即马57岁因为心脏衰竭面临死亡边缘的大卫班奈特，原本也无换希望一直到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得到医疗监管机构的允准，将基因改造过猪心移植到班奈特体内。So the driver for all this w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disease who couldn't either qualify or just didn't get a heart in time to treat their really poor heart function with a transplant. 因为猪的器官甲人真同款，长久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初代人体捐器官的可能选项之一。医界也拢在研究猪的油脂、猪肝、猪血用在移植的方式。去年10月，纽约外科医师就成功让一名脑死无复原希望的病人做移植由油脂的手术。器官移植第一个爱克服难题就是摆脱问题。班奈特所用的猪心是经过维吉尼亚州一间再生医学公司所改良过，因除了铁3会引起人体排斥的猪的基因，佮将6个甲免疫有关系人体基因注入猪的基因内底，另外佮删除一个防止猪心阻止过度成长的基因。We are all very excited to see this big heart beating in this human. This big heart has performed so far very well. Even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we have not seen any signs of rejection. 除了实验性的基因改造猪心以外，班奈特阁只马祖一间制药公司也在实验当中的一款抗白体的药物。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澳洲首都坎培拉郊区即马有一项回收计划，伊是目标要甲当年几啊万吨的喷、甲树叶啊、树枝这废弃物变做肥。住伫澳洲坎培拉附近的卡辛先生，总是感觉处理喷真困扰，直接当作粪扫单调，阁对环境无好。
We're keen gardeners. We try and compost, but we simply can't keep up. 美联社报道，堪培拉的家户有机废弃物，大约1/3拢是来自食物喷，换算大约当年26000吨。这个喷直接等日本市场产生的沼气，加重全球暖化。一项叫做火国的有机物回收计划，伫堪培拉市的郊区试营运。 These new lime green lidded bins will be collected every week, providing a much better service for people to drop their garden organic waste as well as their food waste. 参与计划家庭会摕到一个分桶，滴完了后，佮摕到更较大的火国回收桶集中处理。一寡收集来的有机废弃物，拢会放做上堆肥。初步数据显示，火国计划已经成功回收25%，原本要等日本市场的喷。 We don't find an increase in total waste, which was reassuring. We didn't find that adding a third bin led to households disposing of more waste. 为了确保道理的食品唔是其他的物件，桶仔挂顶明确写着下当甲袂当回收的项目。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plastics go into the FOGO bins, things like paper, things like dog droppings, hair, tea bags, those sorts of things. 火国伫堪培拉的喷计划可能需要一点仔时间扩大服务范围，大型加强向堆肥机的建设，预计需要用2年的时间。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受天气台影响，今日各地拢真寒。气象局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那北部日时高温嘛无超过16度，乡亲爱穿好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 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8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至17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